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小鳥小飛同埋佢頭頂嗰個神奇嘅雲端背包呀。呢個背包會自動記錄小飛由細到大嘅每一件事，連跌親嘅相都有㗎。日積月累，背包越嚟越大，裝滿晒舊數據，搞到小飛飛得好辛苦呀。有一日，松鼠小律見到背包入面小飛尿床嘅相，忍唔住笑咗出嚟。小飛覺得好重又好尷尬，跌咗落地下。呢個時候，貓頭鷹智者出現啦。智者話：唔係所有嘢都要留低㗎，我哋要學識數位斷捨離。智者教小飛揾出雲端背包上面嘅刪除鍵，清走唔需要嘅舊記憶，按落去啦。小飛勇敢咁刪除咗啲尷尬同冇用嘅舊檔案，背包即刻變細咗，放低咗數位包袱，小飛終於可以輕鬆咁張開翅膀飛上高空啦。記住啊，我哋每個人都有被遺忘嘅權利，定期清理舊數據，生活會更輕鬆。